也毋过最近这段时间发生3件是为台湾出境到其他国家入境的时阵，互验出有病毒，包括日本一个女学生、一个泰国的移工，甲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这敢是表示台湾存在有社区的感染呢？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讲，袂当排除台湾有零散的社区的感染，讲这个零本土并不是零风险，大家也是爱挂喙罨，维持着社交的距离，袂当来放松。另外，陈时中嘛来公布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年的年底都有机会会当互高风险族群的医护人员先来做这个新冠病毒的预防针，到明年的第二季，就会当扩大到互更较侪人来做咯。新冠病毒会当成功的防治，敢若会当靠疫苗。台湾的疫苗已经开始动物的实验，上紧今年底就会当注射。在12月底左右可能在国产疫苗有一部分有可能会进到所谓的紧急授权使用。那如果要普遍供应，那第2季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推估。疫苗还阁等一段时间，但是最近包括日本的女性留学生、泰国移工，还有马来西亚人，拢是对台湾出境了后，伫其他国家入境的时阵验出病毒。这是毋是讲台湾还阁有社区确诊的个案？咱来听陈时中安怎讲。那至于是不是有零星的社区个案，那我认为是一定有了。无症状人在，但他对目前来讲，对我们的社区传播并没有形成一个影响。但是中讲，照国际研究来看，染病了后10天，病人都无感染力啊，所以唔免惊吓。但是无本土病例，无代表讲无风险，嘛是甲你建议讲爱挂喙罨，保持好社交距离。目前台湾的喙罨存量有2亿4千万个，免烦恼，量有够嘛免抢买。